看到这个数目数来，我实在非常的欢喜。伊前礼拜伫这个燕公教会吼，行过死亡的山谷啊，行无啊，今日行来到大桥这个青树的草坡，啊，我是讲奇怪，这个人身体遮好，较会不知不觉，会怎啊？伫讲道中怎稳的安尼？结果啊，有甲救起这个病院吼，检查出来完全拢无病啊！我唔知啥物原因啊！我今日看伊来吼，精神真好，要来食到100岁应该无问题。总无你放心啊！你的面红个请生哦，你超过100岁。我很高兴的啦。高兴。啊，伊若要我拍，你煞袂使。嘿哦，叫人活到82岁的人哦，生活足歹。82岁，看你个感妖怪哦，无啥物恁享用啦，嘿啊，100岁就好啊，感谢主啊。你上尾超过100岁，我领一寡，家政府领一寡钱啊。咱今日，咱信徒啦吼，咱每一工透早起来吼，你敢知影？头一件爱做的代志是啥物？来，这个背起来，啊，你拢无背起来。祈祷，感谢主，学了主。但是照我所知的人哦，即摆人哦，透早起来，你创啥？你敢知影？量血压。看我180、190、200，好，我就开始穿衫裤啊，挂急诊的安尼。我真惊哦，发生这过这个代志哦。即摆还未开始，还未9点的，所以咱是在开讲，在开讲哦。无代无志去量血压170，哪有可能？搁一届搁180，搁一届搁量190，我就开始咧穿衫裤啊。要穿衫裤进前哦，搁量一届200，好。伫阮兜住伫基米哦，立无王嘛，开始啦，乌倒摆咧徛较紧啊，就一个饼去到急诊室。我问医生讲200有要紧无？我去到急诊室是2啊。我甲医生讲2有要紧无？伊无要紧啦。这个医生厉害，你敢知影？安尼讲厉害，你若甲医生若甲你讲有要紧就对啦，你会紧张哦。血压的人哦，高血压人上惊紧张哦。你一个紧张起来哦，我跟你讲啊，上厉啊。所以今日恭喜哦，这个师母师哦，阮拄仔阮的兄弟甲我讲来讲，师母师身体看得足好安尼。我煞毋知，你这个看面就知影。阮这吼。阮这礼拜拢爱准时啊，拢爱9点啊，因为这有有迄个直播啦，直播。但是我的时间跟这个时间哦，敢有差别，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到。咱今日透早起来，毋是要量血压，是要来头一件代志，毋是要来量血压，头一件代志是要来敬拜俄罗斯咱的上帝。透早起来，俄罗斯。咱这是咱来唱透早起来，俄罗斯。唱起来嘛，来无输你们给。透早我起来要俄罗斯，透早我起来要感谢主，愿你的话不断感动我，愿你的灵不断充满我，愿你的
名日日称最大。透早我起来要学落厝，透早我起来要感谢主。愿你的话不断充满我，愿你的心不断感动我，愿你的名日日称最大，愿你的名日日称最大。早早我起来要学落厝，透早我起来要感谢主。愿你的话不断感动我，愿你的灵不断充满我，愿你的名日称最大。真主上帝做天地，真主上帝做天地，会讲的人无通话，伊当做日日当年，世界万年共乐年。上帝出生着幸福，无比情人赐福路，这情感永拢可讲，命伊照比伊清楚。各样菩萨拢无尽，无比上帝是真神。世间皆有人错骗，就在好赛真无言。主的功劳大无比，只求灵魂都免死。世间四海大变色，诚心敬拜道上帝。搁一摆哦。天主上帝做天地，地光的暗无人晓。伊当作日日当年，世界万年共乐年。上帝出生着幸福，无比情人赐福路。这情感永拢可讲，万年照比伊清楚。各样菩萨拢无尽，无比上帝是真神。世间皆有人错骗，就在好赛真无言。主的功劳大无比，只求灵魂拢免死。天的四海大变色，诚心敬拜道上帝。讲样菩萨拢无尽，讲菩萨拢无尽，无比上帝是真神。世间皆有人错骗，就在好赛真无言。讲样菩萨拢无尽，讲菩萨拢无尽，无比上帝是真神。世间皆有人错骗，就在好赛真无言。咱请坐哦。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年的主宰，愿学罗你，愿敬畏你。
话人讲哦，讲敬拜赞美团哦，你敬拜上帝较适无适合唱这条，但是我已经准备了吼，所以咱嘛甲唱一下了。这首歌哦，我真介意唱。这首歌是一种会提醒啦吼，咱的生活充满着愿望，是因为基督要搁再来。这首歌的歌词是记载伫这个彼得前书4章7节到10节，咱来唱看卖，看伊咧甲咱讲啥。万里的结局近了。最要紧的是，最要紧的是彼此却是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
我头拄仔袂记哩念吼，即个四道行传，各位咱信用，咱请即个小义姊妹吼来保念者，啊继续欢迎带咱继续来做咧。感谢毛长老今仔日带咱做伙敬拜而乐，好，啊，咱来保念着倒来使徒的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来受苦。第12日死埋葬得因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煞接是咱公道的时间，咱请大家人掀开咱的手报来看咱公道的事项，请咱大家做伙开声来祈祷。求信心会当更新阮，互阮会当搁较深的明白你的真理。我嘛祈求你的灵今仔日伫阮的厝的中间来运行，拍开阮的心，互阮会当搁较深的来明白你，并且会当对你遐得到力量。阮嘛要为在场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保守阮的心，嘛为着今仔日纪念无法度来阮的中间，叫阮做伙聚会兄弟姊妹。求你嘛保守因的身体甲心灵，互因会当定心得到快乐。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启应的时间，记载伫启文第10篇，红做伙三甲来启应。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杂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棚内。伊会甲我放伫石板顶，我要伫伊布棚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调记你。
求你毋通收起赶你的萝卜。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爸母若去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着信靠上主，着信靠上主。好，这时咱要做伙来因新诗211首，求上帝发出你的光，请起立。这是咱要邀请新歌队来学乐，今仔日要学乐的诗歌是《我相信》。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真实，我相信你，我相信。
感谢圣歌队的娱乐，这是咱报告的时间，咱请大家人做伙掀开周报来看教会的消息报告。第一点，今仔日咱非常感谢苏牧师前来本会进道。伫顶礼拜日，苏牧师伫讲道的过程中间有昏倒，感谢上帝的怜悯。引带带领，今仔日会当阁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做伙相甲来分享上帝真理的话语。请咱大家当继续为苏牧师的身心灵平安健康来关心甲带祷。另外，今仔日咱的华语甲台语的聚会是正常的聚会，艺术贴小组甲艺能小组是合并聚会。第二点，今仔日是咱教会中央节的庆祝主日。凡是有满70岁以上的兄弟姊妹，拢会当领一份红包。愿主赐予每一位年长的兄弟姊妹平安健康。煞叫咱等下若报告煞的话，咱会先邀请苏牧师，来分一个红包，互咱有满70岁以上的兄弟姊妹。第三点，本会社区音乐班已经伫昨正式的开班，总共有12名的儿童参加，其中有5位是新朋友的加入，请咱大家兄弟姊妹当做伙为这社区音乐班所有学生来做伙关心甲带祷。第四点，今仔日本会个牧师专家甲秀珍长老，阁有会官姊妹，因做伙前往台中的西屯教会请安募款佮义卖，请咱兄弟会当为东港厝一路平安，而且嘛为着咱本会建堂捐款工课来做关心甲带祷。好，即是咱要先邀请苏牧师来帮咱分发即个中央节的红包，那咱先请。你若是有满70岁以上的兄弟姊妹，咱免歹势哦，咱先起立徛起来，安尼阮会当方便分红包互恁。系70岁以上的会当徛起来哦，免歹势哦，吼。对吼，对，70岁以上的咱苏牧师要分红包哦。祝福恁中央节快乐哦！若摕到红包的人，就会当坐落去，若摕到红包，就会当坐落，好，来徛咧哦，足好的呢，有红包呢，吼。对，领了的人爱坐落去哦，领了的爱坐落去哦。感谢苏牧师帮咱分这个红包，家己嘛有哦。长老，我请长老分互你。哇，感谢，祝大家中央节快乐哦。那这是咱做伙三甲来念本周的台语的经句，甲华语的经句，咱先做伙来念台语的。求你发出你的光，甲你的真实。予伊带我到你的信山，到你的会幕。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诗篇43篇3节。所以我要来念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诗篇97篇第8节到12节。第8节，上主啊，因为你的审判，世人听着就欢喜，犹大的城嘛拢快乐。因为上主你至权搬过全地，你至尊超越众生命。上主所听的人怨恨歹，伊保护伊信的子民的性命，救因脱离歹人的手。光为着义人出现，喜乐为着新进地的人准备。义人啊，就因为上主欢喜。称赞伊的性命。今仔日咱无小朋友读华语圣经的部分，煞接咱要做伙来唱新鲜诗189首注释英话美娘。
时咱要邀请师母师来敬道，今仔日要敬道的主题是亮光喜乐，咱请师母师。这上悬呢，咁这边怎瞧？我这哪落到这哪悬啊？你拢无感觉？哦，安尼差不多，差不多哦。来，你帮我去。安上平。哦，安尼。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也未讲到以前，因为拄则迄款迄个毛顶都有广告啦吼，广告。所以我需要说明吼，无迄广告，安尼黑白传出去真毋好吼，真毋好。有影我前礼拜伫永康讲道，差不多应该剩应该10句话啦吼，10句话就结束啊吼，结束啊。无拍算我讲3、4句了吼，怎啊空中无安尼吼？我来就毋知影吼，毋知影。到我精神的时阵，我小可感觉讲，改成我坐伫椅仔顶的款啦吼。像救护车吼，迄个救护人甲我治好，听一个心脏只治一个，听一个啦吼。就精神起来，就感觉鸟会啊，讲一大拖，我反正迄讲迄无啥营养的话就对啦吼。然后就送到基米吼，送到基米。然后差不多有对11点左右吼，11点有痛啦吼。到迄落3点外，检查，抽血抽2摆，头一遍去，因为我倒落去吼，我毋知安怎倒吼，尾仔较讲，先甲照头壳吼，扫描，来心脏，规个爱照拢照啦吼，照了抽血详细抽血，吊电池安尼。然后，佫有无？佫讲，你着爱佫抽一遍，因为查无啥物代志安尼啦吼。想讲拄则抽的血假，我心内想讲，你毋甲我抽血要卖，吼。结果就是佫抽一遍，抽一遍时阵，着佫一遍佫用扫描心脏，怎啊入去伫根细镜内底，伊互我看，心脏咧跳得拢正常呢，这正常，这正常呢，吼。到尾医生甲我讲安怎？你咧讲的无毋对，伊讲吼，你可能上过疲劳啦，上过疲劳吼。中间的过程我莫讲，我想真正有疲劳吼，有原因啦吼，原因。就到尾就讲，因为我有甲讲一项事，伊讲我差不多50当前，就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心律不整的原因就是，我的牧师娘，伊的老师吼，讲要去家己找一个长乐心脏科的专门的医生哦，吼。讲要检查，伊检查了，我就想，甲检查免钱，我就罔检查嘛吼。我就先做检查，伊检查了，伊讲你拢好势安尼，我检查伊讲，你心律不整安尼。我心内想，我开车开到遮，我心律不整，迄个人好势，我有问题吼。然后转来，迄50当久的中间吼，我继续有咧追踪哦。阮教的一个陈明宏长老可能有人捌哩。伊伫单病院做急诊科的主任的时阵吼，我嘛去检查心电图迄个跑步吼，跑步，伊心脏互你直直走，先看你的心脏量了安怎，伊讲正常。伊一段时间则嘛来新楼病院的时阵做院长，我去检查，嘛正常，吼正常。检查毋是1遍2、3遍咯。后来阮教会东门教会有一个吴家林牧师的囝，伊即马已经对生态调去伫基米，义大啦，高雄义大。伊心脏科医生主任啦，伊讲牧师无你来有哪生态检查吼，有哪心电图走拢无问题。伊讲安尼无我甲你调一个24点钟的吼，嘛正常安尼吼。所以我是拢无咧惊啦，医生咧讲的话我是有注意咧听，总是无咧惊吼。无你讲50当久心律不整嘛吼。到前礼拜，我甲医生讲咧，迄个急诊室医生就讲，
安尼无你拜三吼去检查，去互迄个心脏血管吼会医生检查。啊，我排甲伊甲我排甲足尾啊吼。啊，我看入面吼，迄医生真老哦，毋是老甲袂糊涂老哦，会有啦吼。啊，结果伊就伫遐搭看病历所有看。我毋知影急诊室医生有甲伊讲无啦，总是伊有若讲，我看你有若疲劳过倒啦，吼，疲劳过倒。啊，伊咧讲遐代志，我心内想讲，我最近的情景啦吼，过日。啊，伊佫甲我讲，啊无吼，你有若佫来检查心电图，到24点钟的，11月初10去做即两项，啊12较去透起来，就24点钟嘛吼，啊透起来安尼，啊然后19较可以回诊吼，反正伫检查就无代志啦，吼，啊所以我本来拄则伫遐甲你讲100字，迄是交互上帝啦，你佫想讲你要食到160。嘛交互上帝啦，总是伫世界有迄个140几个活甲足好势哦，足瘦有影足瘦，啊总是人拢去找，因为伊活很久，逐个拢要问伊秘诀就对啦。伊讲我无秘诀啦，就食饱佚佗啊，款食物件安尼整理安尼，活甲足好势。我的态度含恁分享，生命交互上帝，总是你若要互我活较久，这我含上帝讲啊。你若要互我活较久吼，都要会振当，啊，毋通去劳烦足侪人安尼吼，啊，帮助我会当运作，甚至我倒伫病床嘛袂要紧，总是毋通互足侪人拄着麻烦，我会当伫病床替人祈祷，吼，即点重要吼。有人就是甲我问讲，啊，我若倒万一倒伫病床，倒上帝倒安尼做无法度啊吼。我讲安尼可能有个人无赞成，总是我要甲恁讲，迄有信仰根据。世间上歹死的，就是耶稣。耶稣上歹死呢，钉伫十字架呢，嘿。啊，虽然你讲啊，都搭久啊尔，啊无你顶看卖好无？吼，对毋对？毋是安尼，就是讲，人若咧讲，我拢会感觉讲，人的生命交互上帝，常常祈祷交互上帝。啊，上帝要安怎带咱毋知，袂要紧。万一若破病，嘛交互上帝。吼，啊，耶稣我拄则讲。只有钉伫十字架了，迄几点钟有足艰苦呢？啊，甚至我有人甲人有寡人讲，你的生命活长活短拢袂要紧啦。耶稣33年，你拢超过啊，在座拢超过啊嘛吼，超过啊。所以吼，陪伴家己的心上重要。吼，啊，就转去了后，伊讲叫我较食休困的，所以我就好胆甲人讲啊，我即几日拢要休困啊，无爱做代志啊，安尼吼。做我家己爱做的代志，倒啊，剩下就要困安尼吼。所以你讲我精神好，我嘛感觉你精神真好。我想你也无70岁啊，吼啊，不过讲为着免领红包徛起来，我嘛是徛起来，我嘛徛起来吼。不过咱今仔的主题小可有关系，我讲遮有关系吼。啊嘛要互咱知影讲，我会倒落的原因，我嘛毋知啦吼。总是感谢上帝，伊甲我讲。阮囝讲啊，你是安怎倒你？毋知，我较会知，我都戆就戆尔。所以我落尾有敲电话去问迄个甲我联络主题迄个长老人啊，怎样？伊讲吼，我看你都安尼讲啊，忽然间头壳大起落吼，甲上帝讲好啊啦吼，啊就大坐落去，伊讲大坐落去啦吼，毋是倒落去哦，大慢慢稳啊，大坐落去，啊大后壁，真紧，迄差不多安尼尔。因迄个礼拜堂咧修整啦吼，修整，啊所以用因的教室来做礼拜堂，啊有3场，有3位所在，因迄间坐袂落啊，啊怎稳落，啊讲头怎开着遮尔，啊所以我头壳也无安怎，迄个甲我去的长老，因派一个长老甲我去吼，都伫遐头4点钟，我讲好啊啦，医生讲好啊，讲袂使啊，我着爱看到尾，甲阮的小话报告啊吼，哦原来伊有迄落即个。中间我有含伊讲寡话吼，啊，伊伫生命中间，伊嘛讲，你遮迄落红红啦，我讲我也看无啦吼，看无正常嘛吼，你目睭敢会当摕起来看嘛？袂吼，是毋是？所以上帝恩典，我感觉每一边月头拢看到上帝恩典，啊，我嘛毋知影是安怎安尼吼，啊，医生就讲疲劳，啊，咱就较反省讲咱
过去即几日咧做诶代志，是毋是真正疲劳？啊，无认真困，吼，无认真困，我嘛都爱认真困诶吼。啊，求上帝暗时啊，无互遐个魔鬼交叉，啊，有迄个天使来保护，吼。啊，恁若旧诶圣诗吼，我无主张用新诶圣诗迄首哦，吼，因为有减物件吼。旧诶圣诗369首，迄真水诶吼。啊，恁无旧诶圣诗啦，啊，新诶无效啦，吼。新诶是安怎无效？因为迄首伊减足重要诶物件。本来5节，我简单讲到5节，头一节啊，圣父上帝；第2节，圣囝耶稣；第3节，圣神保护。所以三位一体保护。第4节是对遐个暗时啊袂困是做眠梦诶人咧讲诶，讲或是无困，或是忘记，吼。暗时啊袂困就做恶梦嘛，吼，啊无就迄款迄个乌白念嘛，吼。讲你欠我诶钱，较会无用，啊无人欠伊诶钱安尼吼，吼。第5节上重要吼，三位一体，帮咱袂困一个人。第5节，灵魂靠主平安温顺，目睭放开，身躯好困，袂使到遮大困哦，无起来哦。伊佫讲啦，天光起来爽快轻松，好啊无好？赞。欢喜尽力做主的工，爽快轻松是为着主做工哦，为着主做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第1节到第4节我无念，我要背，我逐暝拢背。啊，会背原因就是我的牧师娘去找我的妈妈要活地的时阵，他们讲用暗时啊，逐暝拢用即首做祈祷，圣诗做祈祷哦。圣诗有当时啊毋免唱嘛，袂要紧，你着用咧做祈祷吼。比如讲头一节，我讲头一节。搁过一日时刻平安，感谢上帝恩典无限，万王的王慈悲天父，今暝顾我伫你的实下，吼，伫你实下，较有水足水啊，吼。啊，所以我问讲，毛长老广告啊，我嘛都爱广告一下啦，吼。啊，广告咱即时三角先来祈祷，啊来进入咱下今仔分享啊来。听阮的主上帝，阮深深感谢你。阮深信踮伫你内面是你所祝福，阮会当伫你的殿堂服侍，毕竟拜你，阮感谢你。互阮伫你的面前，阮少年吴牧师、甲长老、甲伊一群人，为着教会征战、无关起坐，阮感谢你的祝福甲保守，阮出入拢有平安。互阮伫遮敬拜的人，每一个人有愿得到你的恩典。愿你的荣光家己凸显伫阮的中间。你的疼，正做阮的快乐、扶持甲帮助。阮要伫你面前，嘛恳求你除去阮一切误会。所犯的过失，伫一礼拜久的中间，无论是故意还是无故意，我要将遐放伫十字架顶，互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洁净。互阮伫你面前重新看见上帝你的荣光，是要互阮有缘会当将即款的荣光，本伫人的中间得到恩典。阮感谢你的祝福甲保守，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免。拄则所读的诗篇吼，即首诗是要帮助咱，叫咱捌上帝啦吼。一世人久的中间，捌上帝是足重要的事。总是捌上帝，就是有两个方向爱去思考吼，就是伊的作为。一个人互认捌，就是爱知影伊有啥物作为啦吼。啊，佮爱对伊的属性来知影伊甲人的关系。你看一世人拢是迄个伫关系中间咧运作，即个关系是诚做你我生命每一遍咧变化无相像的中间重要的所在。诗人写即首诗是伊情形真歹的时阵所写，伊咧对者面对伊的生命经过歹的所在、好的所在挑战，咧甲上帝讲话。拄则咱毛长老有咧讲，甲上帝讲话，这是祈祷啦吼，这是祈祷。你拢会向人祈祷，啊，总是上帝因为无甲你应啦吼。你通常拢会讲我无甲我应，
其实毋是，伊通过真侪无相相款的话来甲你引，有当时啊通过人，有当时啊通过诗歌，有当时啊通过圣经，甚至通过你的小弟小妹、囝儿孙咧甲你讲话，拢有当时啊想讲迄拢无啥要紧，毋是，迄真要紧吼。譬如讲拄则因诗班伫遮咧练吼，我头仔坐伫遐，你有看我甩中啦吼，恁遮咧唱啦，现在甩中。因为所中就会当看全体的声啦，坐伫遮拢通听即边尔，迄边有声总是较细声。所以恁会记得我了我有拍谱仔无？我是真正拍谱仔呢，毋是我手要运动的呢。所以迄个声真水，我会感受到。当然，即首诗我无捌，我感觉真水的诗歌，伫咧你我生命中间，怎样一直调整，一直报咱啦，你我的意思。来看见上帝的祝福，甲你我的关系是伊所祝福，因为伊的同在。所以咱头一项来看见讲，上帝将迄个欢喜是为着正直的人所备办的。正直的人才会欢喜啦，无正直的人敢会欢喜？袂啦，可能你无啥想到啦。其实，我毋是因为咧准备道理。是普通时啊，我咧教学的中间，特别伫心理学的中间，就咧讲起即款代志吼。一个人的心的欢喜，就是伊无所稳重啦，无所稳重。伊毋免惊你看啥物物件，你对倒来看拢相像。个快乐欢喜是世间人上界爱的物件。譬如讲拄则因唱了我来拍谱，恁有欢喜无？总是我甲恁讲，我是诚心拍谱啊，因为即首诗我嘛做爱，我感觉唱了真正真水。总是敢有人拍谱拍假？无人敢讲，有啦，对，有人拍谱拍假吼。你若看遐迄个歌星哦，迄拍谱是安怎啦？无声。因为无足侪人咧拍，所以无听到伊的声。其实拍谱也是真好的运动，不过都爱诚心。上帝为着遐正直的人，就是因诚心嘛。上帝为遐正直的人，就是伊无咧惊人知啊。总是若是无诚心、无正直的人，人对伊讲好的话，甲伊学落，伊拢会怀疑，因为啦。伊怀疑别人，伊咧对别人拢假啊，假。所以欺骗别人的人吼，通常拢较袂相信人的话。因为我甲你骗，我戆你搁我骗，对毋对？我甲你骗，你搁我骗，我当然你讲的拢无真实的物件。总是上帝伫即个所在是讲起，伊通过判断了后，才互遮的人有欢喜的心。毋是干那讲讲假啦吼，是非分有清楚的时阵，才会当知影讲迄个物件是正确的物件。所以一个心若开阔的人，伊通常拢足欢喜。有当时安那互欺负，伊嘛忍受，因为伊知影你欺负我无偌久啦，因为有别人嘛会甲你欺负啦吼。你免想讲你偌白，有人会比你较白。我有即款能力，是因为我靠上帝，我交上帝。这敢毋是大白王所讲的？你毋通家己申冤哦，申冤爱安怎？交上帝。先啊，敢袂使家己申冤，家己申冤毋足好诶，爽快，家己嘛快乐啦吼。申冤的时阵爽快，总是迄种暂时久尔定。总是你若交上帝判断。足正确，伊讲啦，色安嘛欢喜，犹太的城嘛欢喜，遐城话拢称作欢喜。所以人若欢喜的心，是伫伊生命中间上界真实快乐，是对上帝来，总是很有作为哦，很有作为。华语啦吼，等者华语我来讲，总是我华语嘛讲互你听者啦吼。人拢会安啦，生灾。乐祸，对不对？若无
拄着在，我感谢你，遐歹人真好，落好，我若有知到，我足欢喜的，晓我报复的，要报仇的，竟然人就甲修理啊，对毋对？总是基督徒，毋是安尼。基督徒安怎？爱替遐压迫你的人祈祷，你会对着佮甲伊祝福，对毋对？这世界人看起来拢足奇怪啦，总是这个奇怪的现象，却伫伊生命中间产生真正的快乐。我用一个实在的例伫一个运动会中间，伫咧赛跑，女的啦，规拢女的。一个走了上介紧的差不多剩30公尺，煞忽然间稳落去，后壁迄个还阁剩60-70公尺所以30公尺若交到冠军啊，伊走到30公尺稳落去，爬无啥会起来，佫爬起来，佫稳落去，爬起来，佫稳落去，第二个直直走来，直直走来。若是你的时阵，你会安怎？够影？你走过就冠军啊呢？这个女的，另外迄个女的，竟然真正甲扶起来，两个慢到迄个终点。迄个批评啦迄个判断甲讲，他应该是双料冠军，两个冠军嘛两个上时拢冠军啦。总是我想，这个人的心内欢喜，才是真切的欢喜。因为伊知本来伊就爱比我好毋知啥物原因，伊无去互医生看，毋知啥物原因，就稳落去，就稳落去直直咧走中间无法度，所以我袂当趁到人咧危急危险的中间，我走过，甲讲我真厉害，我真牛，迄毋是真正的牛。所以即个例，伫我看到时，我嘛真感动。有看人是拢较紧怎走过走过，无咧管即个人。总是伊毋是，伊知影即个人会走，总是我要互伊游玩，摕到伊原来的冠军。所以讲迄边讲怎送两个冠军互即两个人。人若心内透明，伫伊生命中间会愈来愈轻松。上帝互你我伫艰难中间，还佫得爱保守迄个真正的心，就是公正、公义的心。这个物件真宝贵啦，真宝贵。总是上帝所互你回报，我毋知影是啥物。伊会继续伫你生命中间，一直甲你超正，一直甲你超正。互你的生命为着经过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是快乐的日子。上帝一定要互你生命快乐。我阁讲一个实在的啦台大教授叫做王金明教授，伊是头一代信徒，伊43岁就过身啦。43岁就过身的时阵，人毋知伊破病，因为伊伫台大病院伊台大毕业的啦台大病院。佮去访问厝边隔壁安尼啦逐个人拢想讲伊都好势好势嘛总是伊的朋友伫伊住台大270几日中间，逐日拢甲写记录起来，写一本册。当然我即马要讲的是伊录音带，伊咧见证，我有听到。伊感觉上帝互伊的时间偌济就偌济，要活着会当做啥物代志，伊就做啥物代志。伊是头一代信徒当要信徒的时阵，伊甲伊的朋友讲：“你若要买圣经毋通甲伊买，去甲信徒甲讲我要爱圣经，佮着爱中英对照的，伊就买互你安尼。即款人即款人，总是后来信耶稣了后，伊完全改变。伊死的时阵，台大应该是足侪钱啦伊讲伊剩无偌济钱，娶某了解太太讲你共好去嫁，因为你还少年啦咱也无囝，甲看伊的婆仔，就是拢帮衬遐送养学生，遐送养学生读台大无一定读好遐呢，遐送养学生帮衬伊学费、生活费，
所以足侪学生足感激伊。所以咱咧讲起就是怎样通过圣经，互你得到真正的喜乐，毋是人假无意甲你讹乐、甲你拍破啊，是内心感谢，因的内心的感谢，因的内心的欣赏，通过咱来看到迄个喜乐，诚做人的拯救，吼。踮伫耶稣基督内底，伊讲啊，都爱诚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就是一直改变就对啦。对忧伤都爱喜乐，对喜乐中间都爱诚做别人得到喜乐，毋是干那我喜乐就好，吼。所以保罗先生捌伫迄款腓立比书讲啦，你着爱靠主常常欢喜快乐，吼，着爱快乐，互众人知影。恁谦让，应该讲谦卑啦吼，谦卑让别人的心，伫生命中间，着爱无有跨入，因为上帝要超过人所想会到的意外的平安，互你的心得到快乐。第二项是咧讲光明，是咧讲什么？亮光是咧讲什么？无光的人是无快乐啦。咱兜若无光哦，你安那清扫，有带扫无清气的所在，你嘛感觉足欢喜的，都有扫啊吼。其实是安那，甲电火搁爱光起来，就是要互咱看有清气啊，无清气。总是光日光有真的光，甲假光，这是敢是日光？这毋是日光，这假光，假光。安尼假光算做用了袂歹啦。我袂歹，过一礼拜对毋对吼？咱中间捌去款迄落真正跋筊经的人举手我看觅。美国叫做达拉斯，对毋对吼？赌场啦吼，毋是普通的啦，毋是普通，真正咧互跋筊的所在啦。澳洲嘛有一间吼，有一个牧师讲伊捌入去，我讲你较捌入，你做牧师搁坐入去吼？伊讲迄个。旅游的导游哦，讲恁牧师家己都毋敢去啦，所以我带恁入来看觅，入来看觅吼，看觅。伊讲入的时阵哦，门口口着摕毋知10箍啊5箍的美金互你，就是要互你入去跋啦吼，互你入去跋。啊，你跋输嘛是因的钱，吼。啊，大部分哦拢会跋输啦，袂跋赢。啊，我听伊讲吼，迄群的牧师哦，一群哦。有个人怎啊无爱跋，怎啊迄张哦，怎啊收起来做纪念就对啦吼。啊，怎啊去四界看安那咧跋，无像咧跋。啊，伊甲我讲，哦，迄内面哦看起来改成日光烧啥，毋是讲有条啊，伊迄顶悬讲拢圆啊，咱像一个迄款迄落，咱的迄落空中安尼圆的烧啥，无即落条啊啦吼。啊，光线用甲足柔的，改成日光，所有人跋筊跋啊死啊，啥跋筊跋啊死？伊就直直跋，啊，都拢还佫光光呢，啊，无暗时啊，毋免困啊，吼，疲劳过倒啦吼，我还无过倒，干那讲疲劳尔。医生甲我讲你伤疲劳安尼尔，啊，怎啊有了跋甲死啊？是呐，真正都拢日死啊，啊，所以伊就毋知影暗时啊，总是迄还佫是假光。人真容易将迄落假物件要当作真的物件来做，总是伫遮圣经咧讲起的，毋是安尼。伊讲真正的光会互咱一直洁净，用灵性上来讲，就是互咱洁净真圣，叫做圣洁啦。伫圣洁的中间来亲近上帝、亲近人。佮即个圣洁的家己，毋是要夸口讲我比你较圣洁，我比你较好，毋是安尼。是要亲像保罗，咱会记保罗讲一句话吼。啊，总是你字若后壁甲切袂使。保罗讲啦，恁着学我，啊，若到遮着死去啊。伊讲亲像我学基督，亲像我学基督，我是咧追随基督，所以你若学我哦，着爱去找基督，毋是找我哦。所以伫我生命中间，也是恁生命中间，可能会去体会到，你若愈来愈好的时阵，人甲你学了，迄时阵就是爱谦卑的时阵。就是带伊来见上帝、找耶稣、找圣神的时阵，你若迄时阵讲对啦，我真赞啦吼，你也看，你着甲学了啊。啊，毋定你尔足侪人，
迄阵就翘起啊，吼，有人讲翘的算袂歹啦，吼，还佫会翘的嘛。那得去就食力啦，得去就无法度啊，所以，伫咧讲正性的中间是一直咧看见上帝光，迄个光是真做保护咱，真做咱的拯救。所以代表拢安尼讲，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要行治罪，拄则启用吼。耶和华是我的活命的气力，我要惊什么人啦？吼，拢无咧惊，因为大鼻王伫生命中间去经验到，只有伫上帝内底才有盼望。其实有光的所在就有盼望，有上帝的所在才有平安。你若无上帝的所在吼，平安通常拢是暂时哦，拢是暂时。你若有伫上帝的所在，亲像美国南北战争林肯总统，当拄仔咧作战的时阵，伊的将军甲伊讲，咱得爱求上帝来徛伫咱即边啦吼。你敢是安尼祈祷？咱大部分的人拢安尼啦，若无想讲上帝，你敢毋徛伫我即边安尼吼？啊，林肯总统伊是真有信心的人，伊讲，毋是，咱得爱求上帝，互我会当徛伫你迄边，互我徛伫迄边，无论赢输拢袂要紧啊，当是到尾赢嘛吼。啊，这咱做一个真出名，伊对将军所讲的话，人甲上帝祈祷，毋是叫伊来徛伫咱即边，啊，就你命令上帝啊，上帝帮助我来徛伫你迄边，伫光的所在就有看见即个平安。我若徛伫你迄边，无论安怎做，袂要紧，我就交代主。耶稣就安怎讲？我是世界的光。跟对我的人就无伫黑暗中，因要有得到生命的光，无伫黑暗中，阁有生命的光。这是你我伫一世人中间咧超找咧努力的所在。有当时啊，咱感觉有光的所在，你要安怎看？有当时会看嘛吼，你用较高就较看嘛吼。咱看日头，有当时安怎昏早咧。啊，就无看到光嘛，对不对？其实还阁有光啊，吼！我会记得伫中中的时阵，有学寮生拢架被偷看小说，因为啦，袂使有光啊，啊，伊就架被啊好啊，碰起来啊，踮遐看啊看，啊总是下监吼，迄张牧师真厉害，张某新牧师，伊讲较有人困了安尼碰起来呢，吼。啊，囡仔戆戆嘛吼，对着囡仔，我倒当看倒安尼，啊总是因为惊起来，所以关起来，啊伊就点了去甲拍，念病去啊，电话关去，啊伊嘛无甘的，所以真侪读了生哦，因为安来信耶稣，伊讲较有即款效，用耶稣基督的疼咧帮助这学生，吼，所以咱咧讲，伫光的所在。有人的资源，伫光的所在就有疼出现，伫光的所在会互一个人伫生命中间感受到，上帝果然是创造者，创造你我生命迄个，吼。伫遮我若要讲一个实在啦，这嘛比赛哦，比赛。拄则讲到查某啦吼，即摆咱讲一个查甫的，啊，一个查甫真好走。本来走头一个，总是无拍算吼，煞跋倒，后壁直直过啊。啊，伊爬起来吼，煞一骹一骹摆咧，可能去拽着款吼。啊，伊老爸伫场外看着吼，怎啊撞入来内底啦吼，要甲扶。迄个审判人伫边仔拢会一站拢有审判，就入来要甲阻止，总是后来因老爸足坚持。甲因囝扶起来吼，甲讲毋免阁走啊啦，因为逐个拢走过啊，你着上尾下啊，吼，啊冠军若摕着，啊你着要摕冠军都无效啊，吼，啊尾仔着上尾仔名，对尾仔算来嘛冠军啦吼，伊讲放弃好啊，放弃好啊，总是伊的囝甲伊讲，比赛着是走到了，
比赛就是走较了。所以伊老爸怎听伊即句话，怎甲扶咧？慢慢一步一步地踅到全场拢了。哦，迄阵我讲这比赛实在真紧吼，边仔人拢徛起来拍鼓啊。我看即个人得到的荣光哦，毋是冠军呢，伊心会心满意足，你知？哦，所以人的生命毋是讲你摕到第一名就是上好的，有当时啊第一名是戆戆的呢。你敢有感觉？因为第一名是知识啦，毋是智慧。知识是你读来的，啊，着册写安尼，着照安尼行尔。真正智慧是伫无常的境遇、歹的中间、艰难的中间，你要去分别。啊，这册拢无写。亲像我咧教册，拢甲阮的学生讲，恁拢读死人的册，啊，我嘛读死人的册。啊，介好你都爱读活人的册。活人的册啥？就是逐日日常生活中间咧做的。亲像咱拄则咧唱诗。恁有出声啊？恁若无喙合咧，用迄个放遐物件吼，无啥好啊。吼，其实我毋知会超一下袂超一啦吼。这头一首的诗歌，伊个改成速度较紧，吼。啊，我毋知迄机器可能会当超较慢淡薄啊。吼，你若超较紧的时阵，迄个咧唱诗歌的感受就怎啊无去？人咧唱诗歌，互人会感受是因为迄个韵律拄啊好，啊，佫有和声，这就是光啊。光会当互人的内心永远得到平静。即个我拄则讲，走第一名变做上尾名，总是坚持到尾的人，你会知影，人互伊学乐是内心的学乐。佮规场人拢徛起来，吼。像拄则毛长老恁咧徛起来，啊，伊讲牧师你坐就好。我想伊想讲我身躯拄啊安尼爱调整，不过我直接要甲毛长老讲，像恁即摆头拢坐咧，啊换我徛咧。你的方法是对，毋是因为疲劳的关系。牧师你徛起来，我拄啊来遮徛几点钟？敢若恁咧坐，我坐一搭久安尼。啊，剩诶，即摆我咧讲倒是换我徛咧啊。恁等下坐甲足爽快安尼。所以你的方法是对，总是毋通讲，迄个牧师你上忝咧坐咧。我想伊毋是即款意思啦吼。啊，这是我的感觉，吼。所以我嘛看真侪牧师人咧敬拜赞美时阵，徛头15分钟，伊拢无徛，伊坐踮遐，伊坐伫遐咧呐，一方面听，一方面咧默想伊的讲道边。等者我就爱讲道啊！啊，我若搁对恁唱，我咱拢了伊啊！啊，开始换恁坐咧爽快，啊，听我徛咧讲道，对毋对？吼！啊，所以这是我会感受，上帝通过伊的光，要照伫你我的身上，来看见无常的代志。伫无常的代志的中间，伊叫你的光，就爱搁照伫别人的所在，毋是单单的享受。啊！你伫照伫别人所在时阵，别人得到欢喜、快乐、轻松的时阵，迄个就你内心无人会当形容迄个水啊，较快乐啦，啊，较平安。所以结尾来讲，上帝常常用无常的方法来帮助你。有当时啊，我拄则讲，亲像恁兜的兄弟姊妹，甚至你的囝、你的孙仔，你若看孙仔咧讲话无正确的，伊有伊的理由，吼。比如讲，我伫中大的时阵，有一个大学生4年，忽然间有一日来甲我讲，牧师，我甲你讲吼，这个阿公阿嬷真厉害，我讲是安厉害，用迄个足歹的华语啊，当含孙仔讲，啊，总是这个阿公阿嬷哦，就是伊真拍拼，真努力，这肯定。第二位讲啊，总是这个孙仔憨呆好呆。阿公阿嬷遐啊，侪岁都会晓学，啊，你打开始就是咧学，你较无爱学，吼。第三，这点做重要吼。恁遮做老爸老母，阿公阿嬷爱注意吼。伊讲阿公阿嬷抢夺伊的孙仔学习的机会。伊咧学，你甲讲台湾话，伊就台湾话啊；你若讲英语，伊就英语啊。
你讲阿里不达，伊嘛阿里不达啊，吼安尼啊。所以你著爱互有机会去学习。最近人咧讲台语诚做真水的语言，你毋知有去想着无啦吼？其实台语真正是足水的语言。啊，即个语言毋是咱家己发明的哦，是列定系统。列定系统包括台湾，包括非洲遐咧用的，包括法国、德国，这种列定系统的物件。啊，台湾个水干呐，有咧讲笑啦，即嘛是讲笑。讲迄有两边的意思，比如讲人，华语写一个人，你人安怎读？读做做人，毋是做人。你袂使讲人类、人类，吼。迄有水的所在，啊，就是你听有，你才会晓欣赏，你才会晓笑。你若当愈欣赏愈济，敢毋是你的生命愈丰盛？啊，是亲像我伫中央大学，遐学生咧讲，哦，迄啥物基础，我问看啥物牌，我讲基础是啥物牌，因绝笑啦。啊，人若咧笑，我就知影讲吼，安尼我戆就对啦。吼，因咧讲基础毋是啥物牌啦，哦，是有另外一个意思。啊，我着做老师，我嘛着爱讲，啊，无迄是咧讲啥？啊，伊看我安尼时，伊就真正实在甲我讲，这团契的人就真正甲我讲。所以圣经甲我讲啥？常常都爱看别人比我较高，安尼就是谦卑。伫谦卑的所在，你会找到上帝的真光，你会得到真正内心的欢喜。啊，迄个无人会甲你抢去，无人抢会去，因为你的心安怎只有你知。所以伫生命中间，咱要常常去找到上帝的亮光，通过什么？通过读圣经，通过祈祷，通过吟诗，家己吟啦，吼吟，也是通过像拄则圣歌队咧吟。圣歌队咧吟，因唱啊足爽快，咱嘛听了足爽快，对毋对？读圣经，你家己都爱出声哦，毋通讲散心来念安尼吼，念啊怎困去吼？有人读圣经读啊困去啊，是安那？伊都喙无咧念啊，吼。还佫有亲像拄则报告，对我做牧师的感觉。遐个报告是要唤起咱大家人互相关心这个代志，毋是讲伊念念互你听尔吼。所以伫教会互相关心大道中间来成长。最后我用一句话，圣耶稣所讲：恁若三听众人就要安尼知，恁是我学生。迄就是报告的重点。毋望你我相用互相关怀，伫生命中间。定心受去做，嘛诚做帮助别人真好路用。咱三甲来祈祷。大慈恩的父上帝，阮深深感谢你，互大桥教会伫生命中间一直成长。阮看见因一定咧改变，是互人感受到愈来愈水。恳求你嘛，互阮的内心改变。互阮拄则进入你的殿堂，对出去了后，你保守阮，互阮的改变诚说是你所祝福。毋是只有讲道，包括吟诗、欣赏诗歌，包括大道一切事，愿你拢通过这来润泽阮的生命。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的祝福甲保守，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们。这是咱要做伙来因回应诗、新诗206首，只管的主，最活的光，请起立。虽然
即是咱要三甲做伙来奉献。即是咱要做伙来唱奉献的诗歌，伫新信诗382首，我的性命献互你，请起立。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视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的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卫生，分辨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在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要做伙游玩起来，咱要来唱上行的诗歌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上行了，咱请所有主来为咱祝祷。创造阮生命主上帝，阮感谢你留阮的活命，就是要做你所交代的工。无论做甚物，阮确信是你所想事的，阮就尽力来走。亲爱主耶稣，阮恳求你继续医治阮。你早前医治，现在医治，将来嘛要医治。阮的兄弟姊妹中间，若有身躯欠安、心神不足，你就家己踮伫因内面，重新家因起造，亲像你所讲，人若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就成做新创造人。亲爱圣神，愿你对天赏赐阮有智慧，这个智慧诚做会当互阮伫逐日日常生活的中间，做好的判断，帮助别人成长。阮家己伫你的面前得到老练自在。愿三位一体上帝将你真实的平安、喜乐赏赐你的百姓，以及因家庭的大细，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